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DeepMind Pro，我係 Ben。唔知大家最近有冇一種感覺呢？就係每日打開電話或者電腦啊，都好似俾 AI 嘅資訊轟炸咁。今日呢，就又出咗個新 model 啦，聽日又有個新工具呢，好似只要停一日唔睇呢，就會同世界脫節咁啦。睇住身邊啲人話 AI 點樣改變世界，點樣賺到錢呢？我諗好多人心入邊都會有一種隱隱約約嘅焦慮，覺得自己係咪已經落後啦？其實我哋首先要處理咗呢種焦慮先。我發覺好多人對 AI 嘅應用通常都係走兩個極端，一邊就係將佢諗得太簡單，只係用 ChatGPT 幫手寫下 email、改下錯字或者做下文章摘要咁；而另一邊呢，就將佢諗得太複雜，覺得一定要識寫 code 啦，要識得點樣去 train 一個神經網絡先可以喺個浪潮入邊揾到機會。但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呢，真正嘅機會其實往往係藏喺呢兩個極端中間嘅甜蜜點。我諗同大家睇清一個邏輯啦，AI 本身好難直接變成你嘅業務啊，佢其實係一個引擎啦。如果你單純想靠賣 AI 嚟賺錢，其實好難。你一定要將呢個引擎裝落去一個正確嘅產業入邊，佢先會產生價值。好多人一開始就想將 AI 塞入一啲好重型嘅產業，例如係電商咁樣。但係電商要處理物流啊、庫存啊，仲要面對好大嘅競爭啊。又或者有人想用 AI 嚟做投資，但係要承擔好大嘅資金風險。對於初學者嚟講咧，呢啲產業嘅容錯率真係太低，一出錯就可能損失慘重。咁對於普通人嚟講，最適合嘅切入點喺邊度呢？其實就係隱藏喺我哋眼前嘅虛擬產品。根據一啲市場調查同埋預測咧，佢虛擬產品市場去到2027年呢，規模預計會增長到接近4800億美金。以前做虛擬產品最大嘅痛苦係你需要係某個領域嘅頂尖專家，仲要花好多時間去寫嘢做 design。但而家 AI 出現咗，佢正正幫我哋解決咗呢啲問題咧。雖然我哋成日話 AI 學習咗全人類嘅知識咧，呢句說話其實係有啲誇張，準確啲講咯，佢係學習咗網絡上邊極大量嘅數據同邏輯。雖然佢唔係真係萬能，但係佢絕對足以幫我哋進行深度研究啊、組織邏輯啊，甚至生成高品質嘅內容啊。點解我會推薦虛擬產品？第一，佢門檻真係好低啊，尤其是以香港嘅情況嚟講咧，你唔需要租倉，唔需要揾物流公司，佢係一種零庫存壓力嘅嘢，就好似一部唔需要入幣嘅遊戲機啊。你可以不斷嘗試啊，失敗咗其實冇乜損失，但係只要你中咗一次咧，佢就可以為你帶嚟長線嘅被動收入，而且佢有無限擴張嘅特性咧。你整好咗一份 PDF 啊，一套範本啊，或者一段教學影片啦，你賣俾10個人同賣俾1萬個人，你嘅成本基本上係一樣嘅。冇錯啊，即係成功嘅關鍵唔係純粹用 AI 生產內容啦。如果你只係用 AI 寫一啲泛泛而談啦，周圍都揾到嘅資訊係冇人會俾錢買嘅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叫 AI 寫一份室內裝修指南啊，呢啲嘢小紅書啊或者 YouTube 咧隨處都有啊，根本唔值錢啊。但如果你利用 AI 幫你做一個特定嘅問題，例如係專為屋企只有300尺，但需要同時容納2名在家工作嘅大人，一個細路加2隻大狗嘅蝸居家庭，去設計一套唔使拆牆嘅多功能空間改造方案啊，咁成件事就完全唔同晒嘅。呢種從大眾化嘅資訊轉向針對小眾群眾嘅策略呢，先係將 AI 轉化為價值嘅真正途徑。當你利用 AI 去處理呢啲需求大但競爭細嘅特定問題時呢，你就擁有咗種不對稱嘅競爭優勢。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嘅重點。你要做嘅係專業化，而唔係大眾化。我哋而家正正處於一個先行者嘅紅利期，就好似早期嘅 Amazon 啊，或者短影音咁啊。咁當大部分人仲喺度觀望啦，仲喺度猶豫緊呢 AI 係咪真係有用嘅時候呢，市場其實係一片空曠嘅藍海。等到有一日全世界都識得用 AI 做呢啲嘢嘅時候呢，利潤自然就會被攤薄啦。
其實我哋唔需要追求一日致富，亦都唔需要因為 AI 發展得快而感到恐慌。我哋要做嘅係喺呢個快速變化嘅時代入邊，揾到一個更聰明、更加有效率嘅方法。虛擬產品啦，加埋 AI 嘅輔助啦，就係現時最容易接觸到嘅槓桿啦。如果你都想喺呢個時代揾到屬於自己嘅節奏同獲利方式，唔想再俾焦慮帶住走，我歡迎你繼續關注我哋 DeepMind Pro。我同大家分享嘅都係一啲我自己好認同嘅睇法。有時候除咗 AI 嘅應用技巧之外呢，我哋都要有啲心法去幫助我哋繼續喺呢條路上面堅持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喺 AI 嘅競爭入邊揾到屬於自己嘅機會。我係 Ben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